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活到90多歲仲精神奕奕，行得走得記性又好，但有啲人60歲出頭就周身唔舒服，呢度痛嗰度痛，血壓高血糖高，記性差到連尋日食過咩都唔記得。我最近聽咗個古仔，有個97歲嘅阿伯，身體都算硬淨，精神唔錯。有人問佢有咩養生秘訣，佢笑住話：邊有咩秘訣啫？就係年紀大咗回頭望，先發覺有啲嘢做錯咗30年40年，而家後悔都嚟唔切。佢話最遺憾嘅係有啲嘢食，後生嗰陣覺得冇乜嘢，日日食餐餐食，到咗呢個年紀先知道嗰啲嘢係慢慢將健康一啖一啖偷走咗。呢位阿伯講咗一句嘢，我聽完之後諗咗好耐。佢話健康唔係突然冇咗㗎，係一啖一啖食冇㗎。你今日食落肚嘅嘢，可能20年之後先會同你計翻條數。如果你而家仲食緊佢，後悔食咗大半世嘅嗰幾種嘢，咁你都有可能重複緊同樣嘅錯誤。如果你覺得呢類內容幫到你，可以訂閱咗先。我會繼續分享多啲真實嘅生活健康經驗。好多人有個錯覺，覺得健康問題係大病嚟㗎，係突然爆出嚟㗎。但係你走去問任何個醫生，佢哋都會同你講同一句：大多數慢性病唔係一日形成㗎，高血糖唔係一日高嘅，血管塞唔係一日塞嘅，關節退化唔係一日退嘅，佢哋係幾十年慢慢累積出嚟嘅。就好似你每日向個桶度倒一滴水，倒30年個桶就滿啦。嗰個97歲嘅阿伯話：佢後生嗰陣邊有人同佢講呢啲嘢？嗰時大家食得飽就偷笑，邊度仲理咩健康唔健康？但而家回頭睇佢身邊同年紀嘅朋友同事，一個二個走咗，佢先發現走得早嘅嗰班人飲食習慣幾乎都係一樣嘅。佢話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下面呢5種嘢食，佢一定唔會好似以前咁食法。第一種，高糖嘢食，你後生嗰陣係咪都係咁做嘢攰啦？下午茶嚟一杯凍奶茶，一杯檸茶加糖加奶，飲完精神爽利。夜晚食完飯再嚟一碗紅豆沙、楊枝甘露當甜品。嗰陣覺得糖就係能量，食咗先有力。而且後生嘛，新陳代謝快，食咗都唔覺肥，都冇覺得有咩唔妥。但係問題嚟啦，糖呢樣嘢佢唔會即刻同你反面，佢係喺你身體裏面慢慢累積嘅。你飲落去每一啖甜嘢，入面嘅添加糖都會即刻推高你嘅血糖同胰島素水平，長期落嚟可能會導致胰島素抵抗，即係你身體處理糖嘅能力越來越差。研究顯示，每日一罐250毫升嘅含糖飲品就足以令2型糖尿病嘅風險飆升20%。全球大約每10個新發嘅2型糖尿病就有一個同含糖飲品有關。而且糖唔止影響血糖，有研究發現攝取過多嘅糖仲會增加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即係話你後生覺得冇所謂嗰杯甜嘢，可能幾十年後會以你諗唔到嘅方式嚟揾翻你。嗰位阿伯話：佢而家見到後生仔飲一大杯珍珠奶茶就覺得心痛。佢話嗰杯嘢唔係飲嘢，係飲緊將來嘅藥。你平時最難戒口嘅係甜嘢定係凍飲？可以留言講下第2種油炸嘢食。香港人中意食炸嘢，炸雞髀、炸魚柳、炸春卷、炸兩油條，邊一樣唔係香噴噴脆卜卜？後生嗰陣行過街邊檔，聞到嗰個油鑊嘅香味，對腳就喐唔到啦。嗰陣覺得炸嘢先夠鑊氣，先夠野味。但係你知唔知油炸嘢食嘅問題唔止係油多？研究發現長期食油炸嘢食嘅人，肥嘅風險係普通人嘅3倍以上，而且唔止係肥咁簡單，仲會提早引發脂肪肝、高血壓、高血脂，甚至2型糖尿病。更加得人驚嘅係
成日食油炸嘢食嘅細路，血管彈性已經明顯下降，血管壁變厚，即係話傷害係由細度開始嘅。仲有一樣嘢好多人冇留意，翻炸油外面食肆嘅油鑊，啲油唔會用完一次就倒，係反覆用㗎。有研究發現，食得太多翻炸油嘅大鼠，神經變性程度高咗，即係話嗰種翻熱再翻熱嘅油，可能對大腦都有傷害。阿伯話佢以前最中意食炸油條，每朝早2條配杯熱豆漿，覺得係人生享受。而家佢知道啦，嗰啲唔係享受，係攞健康換一時口福。第3種加工肉類，香港人食飯餐台上面少不了幾樣嘢：午餐肉香腸、火腿、臘腸、潤腸，煮個公仔麵要加條腸仔，炒個蛋要配塊午餐肉，過年過節一定要食臘味煲仔飯。呢啲嘢食方便耐放，味道好，由細食到大，覺得冇乜問題。但加工肉類嘅問題比你諗嘅嚴重好多。研究顯示，每日只係食50克加工肉類，大概就係一條香腸嘅量，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就會增加30%，大腸癌嘅風險都會上升2%-6%。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更加直接指出，冇任何加工肉類嘅攝取量係完全冇大腸癌風險嘅。點解咁嚴重？因為加工肉類喺製作過程入面會加入大量嘅鹽同亞硝酸鹽嚟防腐同保持色澤。亞硝酸鹽喺體內代謝之後會形成致癌嘅亞硝胺化合物，再加上高溫加工過程入面產生嘅多環芳烴、雜環胺等有害物質，呢啲嘢加埋一齊對身體嘅傷害係疊加嘅。仲有研究發現，飲食入面含有大量加工肉類嘅人，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增加1%。每日多食火腿香腸呢類加工肉1-2罐，心病風險增加1%。阿伯話佢以前覺得午餐肉係寶，方便又好食，屋企搶俾幾罐。而家佢知道啦，嗰啲唔係寶，係慢慢透支緊身體嘅健康儲備。你屋企而家仲會成日食香腸或火腿嗎？第4種高鹽嘢食，香港人食飯口味偏鹹，豉油、蠔油、腐乳、鹹魚、梅菜、榨菜，邊一樣唔係高鹽？尤其係老一輩嘅人總覺得廚菜唔夠鹹就冇味道，唔夠餸飯。出去茶餐廳食飯，碟頭飯啲汁多到可以撈2碗飯。高鹽嘅問題唔止係飲完水味咁簡單。長期過量食高鹽嘢食會增加腎臟嘅代謝負擔，升高血壓，血壓一高，冠心病、腦中風嘅風險就跟住嚟。食鹽入面嘅鈉離子攝取過多會損傷血管內壁，而且高鹽仲會刺激同損傷胃黏膜。中意食醃製嘢食同高鹽嘢食嘅人係胃癌嘅高危一族。仲有一個好多人唔知嘅，鹽食得多鈣都會流失。腎臟要排出多餘嘅鈉離子，但同時都會排出鈣離子。食鹽越多，鈣流失越大，骨質疏鬆嘅風險都跟住增加。阿伯話佢以前食嘢一定要夠鹹夠味，覺得淡嘅嘢冇意思。而家佢明白啦，鹹啊唔係食物嘅靈魂健康先係。第5種精製碳水化合物，呢個可能係最難搞嘅。香港人嘅主食幾乎離唔開白飯同白麵，早餐餐蛋麵，中午燒味飯，夜晚白飯餸幾碟節麥。好多人覺得食飯係理所當然㗎，唔食飽便有力氣。問題係白飯同白麵都屬於精製碳水化合物，經過加工之後，五穀入面嘅膳食纖維、維他命同礦物質大部分都去咗，剩低嘅主要係澱粉。進入體內之後會迅速轉化成葡萄糖，血糖一下子飆高。一項針對35萬人跟進4到22年嘅研究顯示，亞洲人每日每多食3兩蒸白米，糖尿病發病率就增加1%。食米飯最多嘅人比食得最少嘅人，糖尿病風險增加5成半。而且精製碳水化合物食得多，
仲會導致脂肪肝。當攝取嘅碳水化合物超過身體需求時，多餘嘅部分會轉化成脂肪儲存在肝臟入面，長期咁樣肝臟脂肪積聚，脂肪肝就嚟啦。有研究仲發現，精製碳水化合物攝取愈多，患上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病嘅風險愈高，而且呢種影響係獨立嘅，就算你體重正常，過量攝取精製碳水化合物依然會影響你嘅健康。阿伯話佢以前一餐要食2大碗白飯，覺得唔食飯就等於冇食過嘢。而家佢學識咗，飯可以食，但要控制份量，而且最好配搭一啲粗糧、全穀物，唔好淨係食白飯。如果俾你揀一個最難改嘅飲食習慣，你會揀邊個？講完呢5種嘢食，你可能喺度諗，係咪全部都唔食得啦？唔係㗎。嗰位97歲嘅阿伯話，佢唔係叫人乜都唔食，而係叫人明白一個道理，長期習慣先至係最緊要㗎啦。你間中食一次炸雞，飲一杯甜嘢，食一條腸仔，唔會即刻出問題。但如果你30年如一日，日日咁食，嗰啲就唔係享受美食，喺度俾身體累積負擔。好多健康問題唔係突然發生㗎，係幾十年慢慢累積出嚟嘅。你今日覺得冇問題嘅嘢，20年後可能會令你後悔。真正健康嘅人唔係嗰啲從來唔食好嘢嘅人，而係嗰啲更早調整生活方式嘅人。佢哋唔係等到病咗先嚟改，而係喺未病嘅時候就已經開始留意啦。阿伯話佢97歲先明白呢個道理，係有啲遲。但如果你而家50、60歲，你仲有時間，你唔需要一下子全部戒晒，只需要一步一步調整。今日少飲一杯甜嘢，聽日少食一餐炸雞，後日將白飯換成一半糙米，慢慢嚟，身體會多謝你㗎。如果你想聽下一集，可以訂閱咗先，我哋下一次繼續傾真實嘅生活經驗。